现代台语版圣经历代志录上卷第18章。后来，大卫攻击非利士人，互因降服，搁对非利士人的手取得家得甲富军的庄舍。大卫搁拍败摩押人，摩押人就归顺大卫，搁进贡。索巴王合大底下去幼发拉底河，要坚固伊的统治权的时，大卫攻击伊，直到哈马。大卫抢伊的战车1000台，马兵7000，步兵2万，搁斩断战车的马的骹棍，只有留狗仔通拖100台战车的马。大马士革的叙利亚人来帮战索巴王合大底下，大卫就杀死叙利亚人22000。对安尼，大卫伫大马士革的叙利亚设立军营，叙利亚人就归顺大卫，搁进贡。大卫无论去倒位，上主拢予伊得胜。大卫将合大底下的部下所用金的盾牌，拢带来耶路撒冷。大卫王搁对合大底下的城提巴甲军摕真侪铜。后来，所罗门用这个做东海、东条甲所有的铜器。哈马王得以听见大卫拍赢合大底下的全军，就找伊的囝约兰带金器、银器、铜器去见大卫王，甲伊请安，祝贺伊拍赢合大底下，因为合大底下甲得以常常交战。大卫王就将这个物，甲以前伊杀赢列国所得到的金银，就是对以东、摩押、阿门人、非利士人、阿玛力人得到的，拢圣化，献予上主。塞罗亚的囝阿比伊斯伫盐的山谷拍死以东人18000。大卫伫以东全地设军营，以东人拢归顺伊。大卫无论去倒位，上主拢予伊胜利。大卫做全以色列的王，用公平正义治理伊所有的人民。塞罗亚的囝约押做元帅，阿希律的囝约沙法做史官，阿希律的囝撒督甲阿比亚他的囝阿希米勒做祭司，西莱亚做书记，亚和亚大的囝比拿雅做头，指挥基利提人甲比利提人。大卫的囝拢做王室参谋。